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25回，我是鸟豆，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阿明。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望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将24回读册会的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暗公教有甲咱投起这个网站，阁有阿明小嘉的录音制作。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啊收听，各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打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阁有读册心得发表，若是有人感觉读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有啥感想，会使甲你的读册心得写出来，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顶悬。读册心得，请大家用台文。这礼拜竞选的文章第一篇，好了，台语是汉语的一种，是闽南语的方言。俗作者是沙加伊先拜。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377页，线顶82期第4页。第二篇，台湾母语是啥物？作者是张福珠医生。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378页，线顶85期第1页。无册的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这篇文章的网链。要做伙来读册的人会使举麦，欢迎来斗阵读册。甲大家通知一下，台湾通信读册会网站有新的内容，有加一栏更正资料。咱逐摆读文章的时，有当写得着一两个字毋对，咱网站内面有改正过的字，大家会使去网站对照。开场就到这，感谢大家。好，若是有要甲咱做伙读册的朋友，会使举手哦。举麦举手来，例如头一趴。我无爱读头一趴，我要注文上尾迄趴。注文上尾迄趴。客话迄趴。对，你也讲客话吼。我即马来研究者。好，若无，因为迄趴伤短啊，无迄趴甲顶悬迄趴，到尾啊拢互你好啊。好，安尼有要甲咱做伙读册的朋友嘛，会使紧申请麦哦。即马头一趴，因为这有分第4点、第5点、2点，中的趴吼，迄一趴拢足短，就看你要读到倒位，家己做决定。头前谁要先来？若无人，我来试看卖好啊。好了，台语是汉语的一种，是闽南语的方言。第4，河洛话是啥物款的语言？根据王玉德的研究，960用 Swadesh 的上基本的语词200字，比较官话、北京、吴语、苏州、闽语、厦门、粤语、广东、客家语、梅县的汉语5大方言互相的距离的时阵，才发现河洛话王所讲的闽语、厦门方言甲北京语互相共同起源的语词的比例，敢若有48.9%。迄款的比例，若是甲英语甲德语之间的58.5%比较起来，是搁较低。所以字类来讲，河洛话甲北京语的距离比英语甲德国语搁较大。英语甲德语嘛互相袂通，所以河洛话甲北京语互相袂通，就是当然的代志。王的研究显示，河洛话甲苏州话的比例是51.40%，甲广东话是55.31%，连客话嘛是58.65%尔。如基本日常的语词，如甲北京语也是汉语语言无共，迄是河洛语的特色。搁继承哈希莫托等等的观点发展出来。最近有足侪人提出有关河洛话成立史的一个假说，就是讲古闽粤语
古代八卦族的古外语的一种，应该是今仔日台语族甲苗瑶语族融合来成立的。迄个部分诚做无汉字的混读白话词做底层，过来古五楚语传入融合起来。迄个大部分诚做汉字白话音，中原大部分是当代中安音的成分是上尾上慢入来，诚做文言音。好，以上毋知大家有听到啥物字想要提出来讨论呢？有人要抓包无？阿明，你是毋是？我感觉真赞。即拍有足侪字真正会夹着喙齿，足歹读诶。因迄个有诶无诶。好，若即拍无问题，咱就两字要出声，表示要甲我抓包啊。迄个敢若一个数字啊，第二段连客话嘛是58.65。65，好，感谢。好，若无，咱就继续哦。后壁是莫袂记伫是即摆开始，有啥要来？去摕举手。我想要试看卖，嘛袂记着是中原的成分，应该毋是啥物本字，迄是外来借用的成分，那亲像是日本话、韩国话、越南话中的汉字语词是外来借用的成分安尼，所以应该注重的成分是国话语的，应该注重的成分是国话语的成分啊。过来台湾以后，甲原住民、南洋、荷兰、日本等等的语词表现吸收，造型发展出来是即马的葫芦话，所以葫芦话是典型的creole语啦。有人讲葫芦话内底确实有粤语的因素，毋过迄无啥有完整的评剧，语字的来源无真济，所以葫芦话毋是汉语，即款话嘛无得成立。是安尼好啊，以上。好，感谢 Kate， 感谢你吼，应该是第7趴，读了袂歹诶。大家讲有啥物技术要提出来讨论呢？咱 Kate 读了袂歹，嘿，一寡白话字的部分，咱像看第一抓 MAI 第3条部分，迄读做卖袂记哩的是嘿卖，过来后壁有一个 HE， 这个字读做嘿是外来，嘿过来越南话中间的汉字语词，语词语词，嘿语词，嘿还有 GI， 嘿语词，搁上尾一段即款话嘛袂当成立，嘿以上我先补充到这。好，感谢。我补充几个字吼，第4趴迄个成分啊吼，成分，分是读第1条，搁有第5趴的原住民、原住民，搁有第7趴，确实吼，确实，共款，确实，嘿，共款迄趴，下骹迄抓凭据是凭据还是凭据？凭据嘛。对，看你管是用啥物字，句还是句拢会使。对，安尼，对。迄个粤啊，古粤语哦，迄个粤啊，你头一回读毋着，毋过第2届你都读着啊，都是粤。粤语。越南粤语嘿。好，安尼我补充到这，感谢。敢阁有人要讨论即趴？点型还是典型啊？应该是典较对，因为字典。古典。嘿。典第2条啦吼，爱较多读点。但是我敢若嘛有人听2点呢，迄毋知敢是腔口。你2点我之前是安尼讲，拢互人抓包讲我讲毋对，应该是2点才对。点吼，好。对。好，若是无问题，咱继续。敢阁有人要替咱读后壁的趴？我看即马 Dufresne
你想要读遐？我要来试看卖。好，欢迎，请。对啦，开学轮游玩是假做的阶段，因为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是最近拄啊开始尔。资讯游玩无够侪通做完整的研究甲结论。毋过，设施讲迄无完整。过去讲河洛话绝对是汉语的主张嘛无学术性的凭据，干那相信安尼，信用安尼尔。即马需要的是无设任何前提来甲河洛话甲周围的所有的语言做比较整理分析起来。照目前的倾向来看，若是资料愈侪，开学论、开汉语论愈有基础。日本有我学者嘛是要用开学多种结构的观点去研究日本话，嘛会当利用同款的观点来甲越南话、台语等等早就有争论的语言会来源做进一步的研究。我读到安尼以上。好，感谢你替咱读即几趴。我先来讲，有一寡录音的部分吼，你可能拢无甲伊读出来。譬如讲研究啊，是研究吼，是研究对。啊，搁有第9趴迄个设施啊吼，是设数。就是我有一个想要问，就是迄大家拢念毋久，但是我拢习惯讲毋过安尼，就是安怎是要念毋久呢？这是无共的腔口啦。啊，你若是毋过，就是毋过，这两个拢是意思是相共的。好，所以就是知影讲，有人讲毋久安尼。我是较无确定是倒位的腔口啦，但是有人知影。阿明你敢知影？梁志你敢知影？毋知呢，毋过吼，我阁有另外一个讲法，阮讲马久。哦，感谢你的补充，我毋捌听过。好，我先讲即几个词，其他人敢有听到啥物词想要来替Fred 来做伙讨论一下？拄则迄个 Do Fred 的第2趴的部分，第2章吼，嘛无学术性的凭据，学术性。后一趴有的语言，所有的语言比较整理分析起来，迄字分析，我会读分析。以上补充。我补充2个语词。第1趴阶段，伊拄啊读阶段，阁有伊的下骹迄撮资讯，我袂记呾读啥物货啊。啊，阁有上路尾算来第2趴多重结构得定结构，毋是得重，伊呾拄啊敢若读重。以上。多谢指教，因为我嘛毋是讲甲遮好啊，有遮侪字我是家己去猜的啊，安尼啊。无要紧啊，做伙读册，做伙学习啊，免歹势。嘿，你读了真好，甲你鼓励一下。拄则梁志有开麦。迄个拄出来吼，接读就会啦。这吼红叶包带进步。我阁来了一个，迄个有一个变调吼，即马需要，或者我会读变调，你读需要，需要这是本调，你若像我语速，这是第伊一直电话嘛，咱的习惯用法就是即马需要，毋对，这对需要的，因为头前爱读本调，歹势，这是对的。好，以上。好，感谢梁志，安尼看起来应该是无问题啊。好，安尼感谢杜飞替咱读即几趴，嘛感谢阿明、暗光照，阁有梁志替杜飞指正一寡字。安尼咱继续后边第5点的部分，头前3趴好啊，有啥人来试看麦？即马阿莲啊有亚麦，暗光照嘛有亚麦，梁志嘛有。我来好啊。
好，感谢。我读甲差拄阿明注文遐。好，第五，河洛话是闽南语的一种。有人讲，毋管河洛话毋是汉语系，而是独立语系，毋过河洛话甲福建的闽南语会通，搁闽南语是汉语的一种。若安尼，河洛话应该袂当脱离汉语的裤仔。毕竟捌去过福建的厦门、泉州、东安、漳州，才知影河洛话甲福建迄旁会通。毋过，咱若去看世界的语言书，才会使讲，毋管闽南语是汉语，河洛话嘛会当诚做，嘛毋是汉语的一个语言。荷兰是上好的例，荷兰语本来是隔地德国语的一种方言尔，所以原地德国语嘛会通。毋过荷兰人会创造因母语的书面语，迄甲德国语有一寡无共，所以即卖的荷兰人主张讲荷兰话毋是德国语的方言。世界大部分的语言学者嘛接受荷兰人的主张，认为荷兰话是独立伫德国语以外的一个语言。毋过，德国人又愿甲荷兰话当作德国语的方言，所以荷兰人定定真生气。以上，感谢安公教替咱读这几趴。大家敢有听啥物事要提出来讨论呢？敢有？迄个378页吼，迄个福建的厦门、泉州即个同安吼，我较常听人讲的是东湾，敢若是当地因迄个东湾对，东湾吼，新竹东湾乡、金门东湾乡，对，敢若即个。好，感谢梁志。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因为安尼读起来，我感觉读得足惊怪啊！为虾米会讲荷兰话德国语，毋是荷兰语德国话？我毋知大家敢会感觉，虽然可能拢会使，但是为虾米会安尼写？大家敢有啥物想法？大家有啥物想法？我感觉敢若无差呢。可能话语的。想要安怎讲范围吗？较大吧，而且伊语系话可能会当作一个地方有较有特色，摕伊个地方方面的话安尼。所以意思是讲荷兰，所以就安尼变成荷兰话是德国语的方言，所以伊会讲荷兰话，毋是讲荷兰语。因为德国语是一个德国的语系，所以才会讲德国语，袂讲德国话，是安尼意思吗？我有一个想法吼，伊这是毋是因为写作的关系？你若讲荷兰语、德国语，因为话交语两个本身就是共款的物件。你若要写作的时阵，是毋是共款的书性，伊就袂甲摆做伙，换另外一个字来甲取代？这是我的想法。好，感谢梁志。就是伊共一拍上头前嘛有讲荷兰语，但是到尾啊拢讲荷兰话，所以应该是共意思。好，感谢阿基的补充。安尼，咱即趴讲过有啥物其他的问题？较好念出来安尼吗？我感觉是啦，就是可能要做一寡变化，因为我嘛无感觉讲你若是讲啥物话，啥物话。都是有甲人，就是甲伊的地位降低的意思啊。我是袂安尼想啦，只是讲因为伊安尼分开写吼，会互读的人会感觉真奇怪，是讲是毋是有啥物特别的意思，要甲伊做区别安尼，既然大家拢是安尼想的，咱就算是结束即趴咯。敢有其他的想法？若无后壁换阿明。好，感谢。共款的例伫Slovakian 面对 Czech、Norwegian 面对 Danish、Ukrainian 面对 Russian 的时阵嘛会看到，搁有 Finnish 面对 Swedish 的例，
Finnish 虽然甲 Swedish 语系完全无共，毋过 Finnish 的文明意思对 Swedish 大量招来。Finland 有一个邮局的门牌有写着 Pasti 甲 Pass， 佮对 Finland 人来讲，有还是无尾仔字 I 是真重要的问题。虽然是 Swedish 的外来语，毋过添一字就是表示民族独自的尊严。迄拢是台湾好多话对闽南语的时阵，嘛着爱参考顶面的实例，佮莫袂记伫的事实，就是台湾是世界唯一用好多话创作歌曲文章的所在啦。台湾应该就是所有流通好多话内底的文化中心。马来西亚嘛好，菲律宾嘛好，中国闽南地区嘛好，遐流通的歌曲的录影带，读水果的录影带，拢是好多话的物件。笔者去厦门的时阵，计程车的运将拢爱听客电的《爱拼才赢》，甲诸葛亮的物件。好，以上。感谢阿明替咱读即趴足侪英文，读了足好诶。嘿，大家敢有听到啥物字？想要提出来讨论？若无，我先讲一字就好啊，因为我感觉嘛是敢若迄字有，大家拢会读，较袂惯势讲读迄个音嘛，就是伫咧第21趴，阿哥莫袂记伫事实诶，就是迄趴吼。台湾是世界唯一用好多话迄句，迄个唯一啊，迄个拄则阿明是读唯一对无？嘿，是。嘿，其实即个话啊，就是甲咱正经看到迄个话是有淡薄仔，虽然讲汉字无共，毋过就是甲维持无依持啊，音爱共款，所以即字爱读一。好，大家敢有听我咧讲啥？因为其实无去查书店进前，我嘛是会读唯一啦。毋过正确嘅读法应该是一，这就是I第5条安尼，甲大家补充一下。其他敢有其他人有听到啥物问题，会使提出来讨论。讲即趴红尾啊第2段，因遐流通的歌曲，你甲拄读曲，敢若是扭曲的曲搭发曲。对，无毋对，我拄则听阿明读的是曲，毋知影讲。因为曲这个曲子字本身都有两个音嘛，曲甲曲嘛。是咧讲歌曲的时阵，一般我是拢会读歌曲啦。阿明是平常时拢是读歌曲哦。我头前读歌曲啊，后壁就袂记啊。好。即个来，伊遮吼讲即趴伊讲台湾是世界伊用河洛话创作歌曲文章的所在。别个所在拢无用河洛话创作歌曲写文章哦，敢真正安尼？我感觉应该是无呢，感觉有倒位大概想会到诶，比如讲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还是咧中国。因讲诶是闽南语，毋是河洛话啦。对啊，所以应该就是无啦，毋捌听过。若是有人知影，会使提出来甲大家讲一下。OK。安尼，即部分应该是无问题啊吼。下骹遮有几趴，有啥物来试看觅？第23趴到第27趴，有啥人来试看觅？阿秋，颠倒北京语的文化中心是北京啦。台语若继续用，台湾若继续用北京语来写所有的创作的时，落尾啊一定互吸收去。牵去北京迄边，即马台湾上可怕的现象是，后现代主义等等的西方学术性刊物的中文翻译本，大部分是请中国学者来翻译出来。有台湾意识的人，颠倒用台湾是多语社会来做理由，反对台湾本土语言文字化，固执继续爱用北京语文的。因应该好好思考迄款的现实。第6结语，啥物合作语言，啥物叫做方言，迄嘛拢是迄个语言本身内在的问题。是讲迄个
语言的人来决定的问题。伫台湾人对母语、字面语的意识慢慢发展的现在，中国因遐的人想要阻碍迄款的意识。上好的咧，看张克辉1999，毋过这颠倒表示因知影阁惊吓民族语文运动有真大的力量。咱重新会发现，台文运动是台湾国民国家化运动中间上尾上重要的问题，所以阁较爱继续发展。多谢。感谢阿秋替咱读这几趴，咱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呢？敢有？拄则阿秋读的第2趴，迄个后现代，即马台湾上可拍的现象是后现代这个好啊，是要读后，还是要读后？大家敢有想法？我会读后。后 ，OK， 好，感谢梁志。好，安尼我都无问题啊。阿秋你家己读的过程敢有发现啥物问题？迄是惊吓哟，迄个发展，迄上尾拍迄个拍的第3纸，有看到，搁啥惊吓哟，我嘛毋知着。敢若会使读惊红嘛会使呢？梁志，你讲？我会读惊吓 ，OK， 对，惊吓会使，无毋对，读惊吓，代志有收，安尼应该无问题啊吼。迄个头仔迄个颠倒迄段吼，颠倒迄纸就是牵去北京迄边，迄个伊用碰边仔的碰呢，因为汉字咱就莫插伊啊，只是讲边伊是毋是？你若像教育部推荐的，伊毋是即字的款。是迄个生了足奇怪，迄字我知。系啊，应该毋是用即，但是这咱无讨论啊，咱就大家知一下安尼。OK， 好，感谢梁志，嘛感谢阿秋替咱读即趴，安尼看起来应该是无问题哦。阿秋读了真好，来按讲者，请讲。补充一个阿明打读的迄个唯一的话啊，其实会使读唯一啊，江上腔就读唯一啊。台语详细说明内底有，大家会使参考看卖。好，感谢按讲者的补充，嘿。唯是 UI 第5条呢。嘿，对。好，感谢。好 ，OK， 好，感谢大家。安尼，若是即部分无问题，咱就请植如来替咱读到上尾。还未准备好呢，等凊彩读。无要紧，你豆豆仔来，因为阮敢若无人会晓讲客语，所以就听你讲安尼。好，来。好，请。即摆论文指出了台湾河洛话的独自性 （Creole 性）。河洛话虽然伫台湾有独自的发展，毋过语言的根本部分是亚洲大陆东边的越族的一面尔。台湾海洋的特质较少，所以以后研讨新的历史观的时阵，就要探讨种族血统方面。台湾河洛人毋若是语言上有 Creole 性，血统种族上搁较 Creole 的，搁台湾河洛人的独自性显出伫种族方面。对汉人来讲排斥，本文应该谈到台湾汉人嘅问题，对客家老汉语中国客家嘅关系，嘛应该留台湾河洛话嘅事情相通，总系真排斥。也因为只有通得是少少嘅台湾客话听，所以爱无深入了解台客话嘅事情，了解模糊嘅讲道，台客话嘅独自性，以后爱会较认真学客话。好，大家好，感谢植如提上这2趴吼，我重点我感觉来拍谱啊，真正就赞嘞。好，你敢会使替咱翻译一个迄第20几趴上尾1趴是啥物意思啊？就是一寡其实照读嘛会使呢，就是本来本文应该要探讨台湾客人的问题，台客话甲汉语中国客话的关系嘛，应该甲台湾河洛话的代志相共，总是真歹势。我因为敢若只有听有少少的台客话，听伊只减一个 T 哦，
纸本的减一日天，这是停就是娘娘，所以我无深入了解大客话的代志，即摆未讲到大客话的独自性，以后我爱较认真学客话，就是安尼。好，感谢安尼，你用台语搁读一遍，安尼咱拢知影这是在讲啥。其实就是有几个字较毋知影，比如讲迄台湾啊，搁有迄啥物推饭，嘿，搁是天就是娘娘，哦好，袂歹，还有那个迄歹势，我嘛毋知迄是歹势，不过迄字看起来就相像诶。对，歹势甲台语甲客话是共款诶。好，感谢你替咱读一趴。毋过，若是大家有听到伊有啥物字有啥物问题，嘛是会使提出来哦。大家敢有听到例如头前迄趴诶部分，有啥物字会使提出来讨论？感谢例如，等者有人请麦。我头拄有听到一个词是，对哒。这我揣无咧，研究啊，就是应该是研讨啦。研讨，是第二条，毋是研讨啊。来，罗伊道请讲。大家好，我是罗伊道，我想要请教，拄仔咱念到迄个客话部分的腔口是倒一款腔，因为听起来介像是有两种腔的混合。对，因为阮兜是海陆甲实验拢有揽到这点嘛。好，谢谢。我会记得感谢罗伊道吼，嘛感谢地主。我会记得罗伊道敢若嘛是会晓讲客语对无？恁某是讲客语对无？阮某讲海陆。敢要读一遍海陆的腔，互咱听看觅。好啊。感谢。敢有看到迄个文章？有，我拄仔好有开迄个 app， 我咧用电子的看。本来这边大家好，我是罗伊道的某。欢迎。本本应该谈到台湾客家人嘅问题，客家话咯含与中国客话嘅关系，嘛应该留台湾客學羅話嘅事情相通，總係真歹勢。我因為是有聽嘅說少嘅台客話事情，所以我冇深入了解台客話嘅事情，留拍冇了解。禮拜唔會講到台客話嘅獨自性，以後我會教認真學客話，要到平時我唔知用翻經驗，希望大家。感謝羅伊道的某，唔知要安怎稱呼你？你的名是？我的名是 Helen。Helen 你好，感謝你替咱讀一趴。因為咱在座的吼，應該是地主敢若聽有客語，所以你才有法度來講一下，講是毋是有聽出來無共的所在安尼？我感覺伊講的較自然。對阮來講，聽話的人你攏講了足好的呢。讚！毋知以後敢有這款機會再讀客語？我會曉講。來請。神蒙尼安子些。尋蒙尼安子些。尋蒙尼安子些。這是什麼意思？尋蒙尼的多謝你，安子些嘛是多謝你。就是多謝雙倍安尼。一般是海陸講尋蒙尼較濟啊，實驗的講安子些較濟。安尼感謝兩位Helen 甲地主替咱讀客語。雖然我聽無，我感覺足水的。感謝大家，咱即馬讀冊會已經1點鐘啊呢，毋知是安怎今仔日時間會拖較久，可能大家要討論的所在嘛真多。我伫想講，咱是要繼續讀第二篇，大家安怎想？還是講甲第一篇，咱有看到啥物所在想要討論一下嘛是會使。
才看时间决定是要读第二篇。我提议按讨论第一篇的感想，看有啥物所在要分享。后壁篇看时间，反正后尾摆较探嘛，袂要紧。哦，好啊，安尼咱头一篇大家读了，有啥物感想？咱来访问一下小家姐，荷兰人够真生气德国人甲恁当做因的方言安尼。我会使老实讲啦，即马无人会安尼讲啊啦。我毋知讲咱即马的现场敢有伫咧研究语言学的人，伫做即方面的研究，可能对德语啊、荷兰语拢嘛是有一寡了解安尼。因为我毋知影讲大家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 Germanic， 就是日耳曼语系。其实荷兰语嘛是日耳曼语系的一种。你讲伊相像的程度是有相像啦，就是你会晓讲荷兰语，你要学德语是足紧的。若是颠倒变过来嘛是共款。你会晓德语来学荷兰语，可能一礼拜就会晓啊。这足紧，因为因有相像的所在，毋过毋是讲遐尼相像。是安怎？作者会讲伫咧以前啊。毋是伊无讲时间啊，是讲有人会甲德国的主张讲荷兰语是因的方言吼，迄是因为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因为德国纳粹就是想要甲欧洲变做是因的一个大的帝国嘛。伊就家己讲家己对，讲所有伫咧讲 Germanic 语系的人、日耳曼语系的人的国家，拢是算作是因的方言。这日耳曼语系真济啊，譬如讲伫咧北欧遐个国家嘛是啊。毋过其实迄个争吵是嘛是介大啦，所以伊即款去 claim 去讲我恁迄是我的方言，主要是就是食豆腐的迄款方式啊。若是认真来讲，这是无共款的语言啊。可能是伫咧二战期间有人会安尼讲，就是可能德国方面的迄个会安尼讲。毋过即马你若是甲人安尼问，现处时共问讲，你认为荷兰语敢是毋是德国的方言？应该是无人会讲是啊。对即摆的因的人来讲，就是两种无共独立的语言。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这是荷兰人的想法，对无？德国嘛袂讲荷兰语是我的方言啊，嘛袂啊，伊嘛袂安尼讲啊。所以因遐即摆嘛袂安尼认为。无，迄是迄个纳粹德国遮的，迄当阵有捌讲过即件代志，毋过迄就是迄当时的代志啊，即摆拢无啊。所以即马中国比纳粹搁较恶质，对无？中国就笨色啊，敢毋是？看有人甲拍头啊，感谢，个笑面，感谢，个爱心，感谢。无爱心有啊，即马有啊。OK， 安尼大家敢阁有是其他的啥物款的问题想要提出来讨论呢？我嘛想要讲即个方言甲语言的德国话甲荷兰话这毋敢讲我有研究过语言学，就是看兴趣安尼啦。语言学有一个词，有一个概念叫做 dialectal continuum， 就是像讲我即摆在讲的话，甲隔壁庄的拢互相听有，嘛会沟通力。但是愈行愈远，就听有的就愈少安尼。安尼演说甲诚大的一个范围了后，你要讲遮侪人讲的是一个语言，安尼嘛无合理，因为即内底大部分的人是互相听无的。但是你要讲这是滚下的语言，安尼嘛听起来怪怪，因为逐个人甲因附近的拢互相听有。所以语言学面顶甲叫做 dialectal continuum， 就是方言的连续体安尼。安尼讲起来，其实荷兰语甲德国语本身就是低地德国语甲高地德国语，因本身就是构成一个dialectal continuum。所以你要讲因两个拢是共一个dialectal continuum 的方言，
安尼是会使的。但是你讲一个是另外一个的方言，应该无偌济人会用去接受的。即马到尾啊，咱讲因新人的无共的语言，其实就是在标准化的时阵，你伫即个 continuum 内底选一个方言出来做标准语，两个就是德国甲荷兰选出来的两个方言做标准语，即两个语言差甲较济，所以互相听无，所以咱袂当甲讲是一个是另外一个方言。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好，感谢阿基的分享。其实你拄则有讲一寡专有名词，我是较毋知影，我毋捌听过。毋过我会当分享你拄则讲的，有当时啊，就是两个所在。迄距离足近诶，毋过因讲诶方言嘛是共款听无。即款状况我遮都有啊。比如讲，我住诶所在，我隔壁诶庄仔头，就是差不多无到5公里诶远哦。毋过因讲诶迄款 dialect， 就是因诶方言啊。其实阮即边诶人是，你若无认真听，你是听无诶。迄甲荷兰语佫无共。因为阮即边伫咧，你若是要讲吼，会牵足远诶，因为迄是历史甲政治诶关系。阮住诶即区，就是讲即大区，以前伫咧差不多中古世纪诶时阵，毋是属于荷兰诶，所以伊有真侪款诶无共款诶人住伫咧遮，伊就豆豆发展，有家己诶迄款方言。甲其他诶所在是无共诶，亲像我隔壁庄诶，就是讲诶话，就是甲阮即边讲诶无共。你爱认真听听有。亲像我敢若会晓讲荷兰语，我袂晓讲因诶方言嘛，所以对我来讲，要听有因讲啥是真困难诶。毋过伫遮好处是讲，因若看到你是一个外国人，就亲像我就是一个外国人，对因来讲外国人，因袂甲我讲因诶方言，因会直接讲伊诶。官方语言都是荷兰语安尼。对啊，就是最近嘛有听讲政府，就是因为荷兰是分几个省嘛，省内底有县，有市无县就市安尼。阮即个省有家己的方言。以前是伫学校无伫教诶。我有问人讲是毋是有书店迄款物件，就是会当互人去查你这个语言是毋是有写出来文字，会当去查迄个字还是安怎？我问的结果是有诶，伫因诶迄个图书馆是有诶，毋过因伫学校无咧教这个语言。是安怎？遮人拢会晓讲遮个语言，就是对顶一个诶学来诶士大人甲因教，还是讲阿公阿嬷甲因教，因就会讲，还是讲你去学校，你诶同学嘛是会晓讲方言诶，因拢。就惯势讲因诶方言，因袂去讲官方诶语言。官方语言就是伫学校会教嘛，为小学一年就开始学啊，对啊。其实都是因无迄款方言诶课，毋过方言共款会当，就是一直讲，一直流传过来。我感觉这足好诶，希望台湾嘛是会当为。咱家己来做起啦，就是讲你若是有后一代，还是讲朋友诶囝还是安怎，尽量甲伊讲台语安尼，会使甲这个语言继续安尼拖落。好，以上是我诶分享，来陈老请。大家好，我陈老，我拄则入来，毋过我想讲，听到讲到即个议题，就是我之前已经甲毋知几啊个人争过即个话题我想要讲一个较政治性诶，就是咱拢知影讲。所有的食物也是动物，拢有分即个科学上啦，拢有分啥物界门、公目、科学种、就侪层的啦。毋过咱平常时咧讲的迄个名称，敢全部拢是照迄个理路去读的迄个科学的名。毋是嘛，对无？咱就是用咱生活当中足世上的迄种口语嘛。我感觉就是会当用这个概念去看语言啊，就是你若要用语言学的这个分类的方式去看待人类所有的语言，安尼会当看足侪，就是足侪语言都会当看做伙啦。毋过咱实际上你拄着
你要定义你家己的语言的时阵，就一定是政治的定义。我之前伫网络顶甲人见到是拢迄种做语言研究的，因拢会晓讲台语啊，嘛会晓写台文啊，什么客语的白话字，啥物拢会晓写，嘛有可能拢会晓讲。毋过大概对这种问题的时阵，因拢定定想要甲台语定义做毋管是闽南语啊，是讲啥物，阁有人讲迄咱即马讲的这种台语是啥物百越方言，反正就是讲甲就含啦，拢全部拢要甲台湾的即个台语的名称去定义做支那的迄个南方的语系其中一个。毋过我阁举另外一个例好啊，咱其实台语内底有足侪即个本话的日本话的词咱台湾人听了，咱就诚做咱台语嘛。比如讲奥多麦，其实日本嘛袂安尼讲咁咱咧讨论这个意思到底像是像的方言的时，咱敢袂使讲日本的迄个奥多拜这个讲法，其实是咱是主体，咱日本讲到奥多拜的时阵，因迄种发音才是方言音，咱台语的这是啥？若有方言就有官方语言嘛，咱敢袂使讲咱才是正式的官方的读法，因遐是方言的读法，袂使安尼讲。对我感觉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足主体性的表达的时阵，你咧定义的时阵，你就足清楚嘛，就是啥物是地方的，啥物是主体就是官方的。就是我想要讲的是讲，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阵，有当时咱拢互迄个啥支那迄种理论性的接受迄种理论性的，毋管是研究者还是大家开始做这种研究的人，拢拢感觉讲到对啊，咱台语就是足侪部分拢是厦门话来的，拢是福建话来的，还是讲拢是闽南语，还是讲某一种什么河洛话？我认为无河洛话这种物件啦。像介少啊的迄个资料伊内底就写1947年的时阵，伊迄个啥官方要甲台语用拼音注音用注音去写的时阵，伊就写台语注音方案嘛。所以因迄当阵就知影讲，咱咧讲的话是台语啊，还是安怎后壁的什么闽南语，迄是完全拢是政治的手路。要甲咱定义，要甲咱台语这个物件洗掉，正做因中国的迄个方言嘛。我感觉讲，咱台湾人，尤其是咱台湾人，咱当咧讨论这个物件时，足敏感的。就是你到底要讨论啥？你到底要用学术性的这种语言学来甲台语变做中国的方言这个系统，还是你想要讲啥？你若要讨论学术，你就用学术去讨论就好。你莫讲什么像是像的方言这种物件，因为足侪咧讨论这种议题的时阵，我也看到外国的语言去，不过尾啊，伊的上尾的结论就是所以台语就是中国闽南语的其中一支，中国话其中一种方言，因终其尾拢会看到这个结论来。我感觉讲，咱爱足敏感的，就是若是感受着讲，在讨论这样代志的人，想要做这样代志，就紧甲错干掉就对啊。你到底想要创啥？以上。嘿啦，我安怎讲？我感觉就是，若真是在认真研究语言学的时阵，你在研究的时阵，你无应该来讨论什么是方言、什么是语言的这种问题，因为语言学佫有遮侪通研究的嘛。歹势，我拄则讲我上尾我的结论就是讲，若是拄着有人要安尼砍去遐去哦，你就会使甲讲啦。无咱所有的人类讲的拢是狗仔话的方言呐。以上。好。安尼因为阿明敢若伊的手机有问题，无法度讲话。安尼，我想要请教大家，敢阁有啥物话题想要提出来讨论呢？针对拄则单路分享，甲咱分享的内容。单路你讲的我有听到，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嘛真认同，甲你赞成一下。多林，你有验麦呢？今仔日验麦拢无讲话呢？是毋是有啥物代志要甲咱分享，还是想要读册，结果无机会安尼？因为咱即马第2篇无时间读啊，还是要讲话啊？好，无要紧。阿秋请讲。我拢会讲吼，咱的名叫做台语，咱毋是闽南语，咱是咱叫台语，就爱尊重咱叫台语个名称，别人袂使黑白甲咱改咱的名，我拢直接安尼甲讲。
是无毋对，就直接甲伊讲，免甲伊客气。伊若甲伊客气，就会亲门大户，软土亲骨啦，对无？赞成。啊，若大家佫无啥物话，阿明请来，一点仔咧装迄个开关哦，出出入入安尼，手机也有问题。大家若是无话题要讨论，针对即篇无问题，咱就今仔日就到遮，好无？还是佫5分钟，互大家讲一下话咧。米多利有发推文讲伊得大伤啊，身体敢有要紧？米多利敢有法度讲话？大家好，有啦，身体有较好啊，已经过差不多一礼拜安尼，差不多7天啊。我拄则即摆是我要讲甲就是互良知讲起啦，迄个东华我要讲东华尔啊，什么尔？我是东华就是一个地名啦。哦。东华啊，像迄个片湖遐有一个所在叫做望湾嘛，毋知影的人可能就会读做望安，对啊。我想要讲。我在想，好。安尼，既然你有补充，我想要讲一个，就是讲我伫药啦，讲迄个东华安尼读，迄个字啊，是毋是伊本地就是因伫咧福建，因诶福建话就是安尼讲诶。因为自古以来就安尼讲，迄当阵无人咧写汉字，落尾是迄个北京伊诶政府来了后，想讲要甲伊号名，我无迄个汉字嘛，因为无一个。汉字都无拼音啊，所以就甲伊号一个较活诶音安尼，我咧摇诶啦，是毋是有正确？这敢若嘛，毋是咱今仔日要讨论诶重点，只是讲，若毋知影字字正经，我真正认为就是讲，迄个是爱读东安，或是啥物物件安尼。毋过今仔日嘛是学着字字啊。其实我咧想，就是即个碗嘛有可能。其实就是直接是安的鼻音，你像山甲山嘛，嘛是有可能啊。我对即个方面可能无像大家安尼遐尼深入的了解。好，感谢阿基的补充嘛，感谢米多玲祝你身体健好起来，搁出去拍拍照，继续去南部，吹说台语。安尼阿明讲有话要讲，我甲迄个麦交互你哦。毋对，讲毋对人啊。我要甲麦交互鸟刀，感谢大家你已经教会记啊。我因为本来是要互阿明讲话，结果我家己的话拢抢了啊，所以只好跳过伊，该跳过人过。歹势阿明，后礼拜互你表现。安尼咱请鸟刀代替咱做结尾。感谢大家读册会，咱逐摆读的文章，讨论的意思有啥想法？会使甲你的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欢迎大家甲你的想法写出来，通用台文写心得。咱即个读册会的网站顶面会用伫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小干甲倒数的台语车帮，倒数的台语车帮有新的单元。台语白话字基础发音，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哪看影片，哪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这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买的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再会。拜拜，再会。再会，鸟刀，拜拜。感谢，晚安，晚安。